再来看家己得家的灵应，即摆是咧要大出啊！也毋过呢，这台湾狗甲山猪煞定定走来甲破坏，这农民放炮啊，也是讲用火来甲熏，各种方法拢试过啊，也是无用的法。面对着这过境远的损失，即摆农民呢是希望讲相关单位会当提出办法，赶紧来解决。各农摕炮仔来放，要来迄间山内下落来偷食水果的台湾狗。家己县得家金西社区，即马当是灵应修行的时间。毋过社区内底煞四界拢是炮仔声，在地村长就讲，会安尼的原因，拢是因为农民要保护修行，莫互台湾狗食去。有一件电线，有一件涂骹，讲算算的30几只，这越来越猖獗啦。算讲本来安尼固定性的大炮有效，即马几乎差不多拢无效啊。有当时啊，我会使4、5点啦，伊就来遮咧摇啊。总之啊。11点外，有当时啊5点外，暗时啊5点外啊，8暗啊。为着要保护家己的修行，各农找各种办法，用炮仔棒、烧柴来熏，开钱斗会发出爆炸声音的机器，甚至是规工翁仔某轮流来顾，也是无法度解决问题。农民就讲，除了台湾狗以外，即马有当时啊，佫有山猪会出现，嘛对因的果子园造成损失。我种较好安尼吼，我事莫讲，爱甲质量爱15000块啦。我连个买只电池都16000啦。若加只加数，嘛少2万16000、16000、7块啦。中昼时啊，我讲因咧若正经伫遐顾拢换班的，因无休困的。中昼时啊，等于食饭嘛，佫一日来换了。村长表示，虽然政府有教使用电网的防治方法，不过山区近的所在线，有的地形佫是粗的，设置电网对因来讲无符合需求，也是望相关单位会当提出更较好的办法。互因规年探天的辛苦，莫因为野生动物危害来乌有去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